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 Haley。最近美國灣區起自動駕駛競賽上升溫，矽谷網約車龍頭公司 Uber 宣布同豪華電動車製造商 Lucid 以及自動駕駛技術公司 Nuro 合作推出無人駕駛的士 Robotaxi 服務，預計將會喺2026年正式面世，正式同 Waymo、Tesla 以及 Zoox 展開無人車市場嘅正面競爭。據三藩市紀事報同網媒 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 報道，今次三方合作開發一款 Uber 專屬自駕車，新車將會採用 Lucid 品牌中售價大約8萬蚊嘅 Lucid Gravity SUV 作為車體基礎，經過特別改裝之後，命名為 Gravity Plus， 續航力高達450英里，可減少充電時間並延長營運時數。並搭載 Nuro Driver Level 4自動駕駛系統，未來該服務將獨家透過 Uber App 提供 call 車服務。首批超過100架 Robotaxi 將率先喺灣區上做路面測試。Uber 表示，道路開發工程已經展開。Nuro 總部位於矽谷山景城，由2名前 Waymo 工程師喺2016年創立。原先主力開發外送機械車，現正轉型為授權無人駕駛技術供應商。今次同 Uber 嘅合作係佢嘅首個授權協議。Uber 強調，最終嘅 Robotaxi 服務將會由 Uber 完全擁有同埋營運。呢個同其部分採用 Waymo 等合作夥伴服務嘅模式有所不同。呢一次 Uber 同 Lucid 同埋 Nuro 嘅合作，顯然係 Uber 喺眾多結盟案當中一次更為深入嘅嚴肅投資。Uber 產品總監 Sachin Kansa 表示，灣區長期以嚟係變革性技術嘅發源地，透過結合電動車、無人駕駛同 call 車服務等專業知識，我哋正係為灣區同埋未來嘅無人駕駛服務規模化奠定基礎。Uber 又喺另一邊廂夥拍全球晶片巨頭 NVIDIA 以及 Stellantis 集團同埋鴻海科技集團建立全新合作關係，宣布攜手創建史上最大規模嘅無人駕駛車隊，計劃從2027年起部署多達10萬架 Level 4 Robotaxi， 推動全球 Robotaxi 服務邁向實際商業化階段。呢項合作整合咗 NVIDIA 最新發佈嘅 Drive AGX Hyperion 10運算平台同 Drive AV 軟件，並由跨國汽車製造商 Stellantis 提供首批至少5000架輕型商用車同 STLA Small AV Ready 平台嘅自動駕駛車輛，更加攜手鴻海科技集團進行硬體同電子系統整合，強化感測同高效能運算模組。此舉標誌住無人駕駛的士從科幻世界嘅概念中邁向商業規模化嘅關鍵轉折點，同時亦都為全球大量嘅職業駕駛司機敲響警鐘。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喺華盛頓特區首次舉辦嘅 GTC AI 大會上強調， Drive AGX Hyperion 10平台整合咗雙拖晶片系統、Drive OS 作業系統、14個攝影機、9個雷達、光達 LiDAR 以及12個超聲波感應器，能實現 Level 4自動駕駛能力，即係 Robotaxi 喺特定區域內可完全自主行駛，無需人類司機待命接管。Uber 行政總裁 Dara Khosrowshahi 表示 ，NVIDIA 作為 AI 時代嘅基礎架構支柱，而家將創新技術規模化應用於 Level 4自動駕駛，使搭載 NVIDIA 技術嘅自駕車能透過 Uber 平台大規模部署。今次跨領域策略合作計劃更加呼應 Stellantis 集團最近同中國企業小馬智行喺歐洲嘅 Level 4無人駕駛測試方案，展現集團推動全球無人駕駛同共享出行生態嘅長期承諾。Robotaxi 快速崛起，對傳統駕駛業帶嚟前所未有嘅威脅。根據美國勞動市場統計，全美大約有440萬個工作崗位依賴駕駛技能，包括卡車司機、網約車司機、的士司機同外賣員。Upjohn 就業研究所研究預測，無人駕駛車輛將會喺未來30年內直接淘汰130萬至230萬個工作機會。雖然大規模失業潮可能要等到2030年代末至2050年代先至會顯現。Uber 同 NVIDIA 今次合作方案對企業嘅啟示，在於喺運輸產業正喺度從過往嘅人力密集模式快速轉向為技術密集模式。企業若果唔及早佈局，將面臨被市場淘汰嘅風險。同時，保險、維修、停車場管理等周邊產業亦都必須重新思考新商業模式。
因為無人駕駛未來將大幅降低事故率，改變車輛使用方向，並對傳統服務需求產生根本性影響。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